春節快樂！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5月11號星期日，法國巴黎龍上馬場舉行嘅4場越洋轉播賽事嘅賽馬貼士。頭場轉播賽事嘅開拍時間係法國當地時間下午3點15分，即係香港時間晚上9點15分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3場第一頒獎賽，草地20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4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10萬蚊歐羅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華嘉日居、3號蒙飛王、16號英明族長同埋18號零炮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2場3歲馬讓賽，草地1400米，總獎金21000歐羅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逐浪嬌、15號森巴起飛、4號獨自起舞同埋11號下城金枝。賽事編號 S2 第3場國際一級賽法國2000堅尼，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嘅雌馬參賽，總獎金665000歐羅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2號愛爾蘭代表馬提斯、9號英國代表金水仙、18號愛爾蘭代表印象創新同埋5號法國代表哈國樂團。每場轉播賽事嘅開跑時間係法國當地時間下午5點05分，即係香港時間晚上11點05分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4場，即係當地嘅第6場國際一級賽法國1000堅尼，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嘅雌馬參賽，總獎金55萬歐羅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法國代表霎勁麗、1號法國代表妙達寶、11號法國代表一起更好同埋7號愛爾蘭代表正是